朝早係一日嘅開始，唐寧英國早餐茶味道香濃，讓你有一個美好嘅早餐時間，充滿活力迎接新一日嘅挑戰。試下啦，你會中意㗎。我係 Jonathan， 世界就係你嘅創作來源。有咗尼康 D710 相機，你就可以喺一瞬間捕捉栩栩如生嘅畫面，用影像嚟到表達你嘅諗法。今日就用尼康 D710 講屬於你嘅故事啦。我係 Jonathan， 趁年輕嘅時候把握機會，認識自我，打好基礎，整裝待發，機會就喺未來。展翅青年計劃提供在職培訓實習津貼，俾15到20歲嘅你參加，費用全免。實踐理想，展翅飛翔。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。我係 Jonathan。爹哋，不如今晚呢，我哋食 pizza 啊！食 pizza？好啦，爹哋啊，我真係好想食啊！好啦，食 pizza 都得，不過呢，不過乜嘢啊？不過你要答啱咗條數學題先得。嗱，一個 pizza，我哋屋企4個人。細佬咁細個呢，就唔食得啦，咁我同你就每人一份，叔叔咁肥呢，就要食2份先夠噶嘛，係咪？嗱，咁我哋每一個人食嘅份量佔 pizza 嘅幾分之幾呢？嗱，小朋友，你哋已經學咗基本嘅原理啦，而家你哋可唔可以幫阿一心回答佢爸爸嘅問題啊？